台湾新加坡生了四体，成为现代生育的楷模，甚至是市府希望拍片邀请台湾推广生育好处的代言人。当然，因为这点关系，嘛，让台湾更加关心台南的公共托育环境，希望减轻父母的负担，和市民加生。不过，伊现况台南公共托育的数量只有15间，也是排6到尾啊，所以台湾要求不管质价量，拢要同步提升。同时推动早时晚教的政策，提出小局长承诺一定爱做。我们育儿其实总共有只提供了223个名额了哈，其实平均都低于我们全国的平均26%啦哈，也是我们全国最低的。所以哈，为着要会当增加，希望哈，咱会当继续努力啦哈，不要让真的年轻人觉得哈，我们台南市没有努力啦哈，在这个部分。我们市府公共托育的政策，我们只有2所托育中心，13所的公共托育家园。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不再推公共托育家园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它只能收受12个儿童，真的效率也不好啦。比较不好。但是在目前的状况，全部都是额满的，而且还候补了哈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下，我希望我们真的要加把劲啊！速度慢以外。我们量的增加比别人慢，但质的提升是不是可以更好了哈？像其他的城市其实都已经开办到朝10晚9的公托政策，局长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最近又增加了4家，可以收到1000个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朝向我们朝10晚9的，这是公托服务政策？这是未来的政策。未来的政策，对，一定要做。除了公共托育环境的需求增加，另外公立幼儿园增设专班，又嘛要求教育局评估个别地区不足的额度，因应区域来调整。伫偏远地区的编班，买当采取年龄混合。台湾伫总日顺强调，虽然现在无生囡仔背后有真济无解难题，不过大环境也是爱互愿意生的家庭有更较济支持。台湾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